谢主，在这样值得温馨的日子里面，我们要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为着这母亲节的纪念主日，我们带着感谢的心，我们谢谢在天上的阿爸父，他爱我们，他也赐给我们地上看得见的妈妈来帮助我们，也让我们在座的所有的妈妈都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真的是感谢主，好不好？我们要站立起来赞美我们的主，然后我们要一起赞美他。我希望我们能够很开心的来赞美他，因为我们的神喜悦我们，喜乐的来赞美他。阿们，阿们，好不好？我们将一切的荣耀的掌声给我们的神，他是配得我们赞美的神。好，我们站立起来，我们要一起来赞美他，因为唯有神，我们要宣告他是我们的磐石和盾牌。我们要一起来欢喜快乐的赞美他。你们有一个耶和华，你们有一个耶和华，因他是你的磐石和盾牌。你们有一个耶和华，你们有一个耶和华，因他是你的磐石和盾牌。一个耶和
我们谢谢我们的阿爸天父，让我们能够在地上，也赐给我们一个美好的天使。我们因着这个位美好的天使，让我们帮助我们看见有神的爱，有形的关系跟带领。让我们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们带着更多的感恩来到主的面前。谢谢他，谢谢他如此的爱我们每个人。母亲回馈的残能比，风吹来秋日比，我
亲，也让我们成为别人的母亲。我们为着这样的爱，我们再一次带到感谢，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同声开口来祷告。哈利路亚。仍然站立，我们一起用新的诫命从我们的信仰告白。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请坐。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耶和华上帝，主，我们赞美你。主啊，你是我们的盾牌，主啊，你是我们的磐石，主啊，你更是我们患难当中随时的帮助。主啊，所以我们要更多的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要扬声来赞美你，主，我们要称颂主你的圣名。主啊，因为你的名本为大，主啊，你的名为至高，配得我们赞美。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在这样一个疫情的当中，主啊，或许我们的心中充满着恐惧，充满着不安。主啊，求主你赦免我们，主啊，也求主你怜悯我们，主啊，加添我们的信心，主啊，让我们能够在每一次思想主你话语的时候，主啊，这样一个信心就建立在我们的当中。主啊，让我们能够在你的爱里面没有惧怕。主啊，我们能够勇敢站立在主你的面前。主，我们感谢赞美你。
主啊，谢谢主耶稣。主啊，在今天，主啊，是主你所设立的母亲节。主啊，我们要求主你的恩典加添在所有的母亲的当中。主啊，让他们这样一生工作，一生服侍家庭，一生服侍小孩，这样一个辛劳。主啊，你恩典加添，恩上加恩，利上加利，满满的祝福在所有的每一位的母亲的当中。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耶稣。主啊，我们也恳求主耶稣，将主你神圣的话语赐给我们。主啊，让我们更多的领受主啊这样一个生命的粮，让我们从心里面得到饱足，让我们能够更多的能够来赞美你。主啊，祝福在我们的戴牧师的身上。主啊，让他口中所说出来的每一句话语都能够造就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要将我们不管是在我们圣殿敬拜的弟兄姐妹，还是在观看直播的弟兄姐妹，同样的交托仰望在主你的手中，求你大大的祝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感谢赞美神，将荣耀归给你。这样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翻开圣经，圣经记载在马太福音第15章22节到28节。马太福音第15章22节到28节。翻到我来攻读。有一位迦南妇人从那地方出来，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我女儿被鬼附得甚苦。”耶稣却一言不答。门徒进前来，求他说：“这妇人在我们后头喊叫，请打发她走吧。”耶稣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那妇人来拜他，说：“主啊，帮助我。”他回答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妇人说：“主啊，不错，但是狗也吃它主人桌上掉下来的碎渣儿。”耶稣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的吧。”从那时候，他女儿就好了。赞美，请教会圣歌队。
感谢赞美神，我们圣歌队经过1个月的休养生息，不但音色没有生锈，越来越棒。再一次的谢谢我们圣歌队，愿上帝祝福他们一切手中所做的工。讲到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我们请戴牧师。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母亲节，我们在这里祝福每位母亲或者是即将成为母亲，或者是未来要成为母亲的姐妹们祝你们母亲节快乐。在上帝的生命的里头，真的我觉得上帝真的是一个特别的上帝，让我们虽然看不见上帝，可是上帝却透过在地上的生活当中，透过父亲跟母亲来显明上帝的形象。上帝他有保护威武的一个形象，从父亲的角色上可以看得到，但是细腻的部分，从全然的爱的部分，可以从母亲的身上能够看得见。上帝是如此的特别，将他自己这样的一个特质特性，把它分成2种的不同的特质的人，在一个家庭当中，成我们生命当中的陪伴者，也成我们生命当中的帮助者。在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当中让我们想到了一句话，就是为母则强。为什么会说这段经文里面会想到这一句话呢？其实如果我们再仔细来看这段经文里面，他说这是一个身处在犹太社会当中的一个外邦人的母亲。这是一个外邦人，可是呢，他为了他生病的女儿，被鬼附的女儿，他去做了这样一件事情，寻找耶稣，却成就了一件极为不可能的事。从这个妇人的身上，我们可以来思想几件事。第一个是她来自于不同的文化。其实对于每一个女性，对于每一个姐妹，在进入婚姻的时候，是从这个文化要进入到另外一个不同的文化、家庭的文化、家庭的背景当中。这是一个不同文化的人，你要进入到另外一个文化里头，你必须要自己做一个很大的调整跟改变。我怎么样适应这个新的环境？我怎么样从过去我的环境当中进入到新的一个环境当中，能够让我委身在里头？这个外邦的女子，外邦的妇人，在马可福音里面第7章她使用的是叙利腓尼基，说明这个妇人她的血统，或者是她只是居住在这个叙利亚的腓尼基人，他不是犹太人，他不是一个犹太人。可是在犹太的文化里面，对于外邦人来说，犹太人是非常不能说歧视，他们对于外邦人是有特别的一种的想法跟看法。特别是在圣经里面，为什么马太福音里面会特别注明是迦南人，而在马可福音里面是说他是叙利腓尼基人？这2个是因为诉说的对象不一样。马可福音所诉说的对象是罗马的读者，是罗马人的犹太人，主要让他们知道说，罗马的公民里面知道这个妇人她是归属在我们罗马的管辖哪一个辖区里面的。可是对于马太福音里面，他的读者他所要诉说的对象是犹太人，是这个他希望的是让犹太人知道，这个妇人在过去的年代里面，在旧约的年代当中，一个迦南人对于以色列人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2个彼此之间2个民族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是一个敌对的关系，也过去曾经是以色列人他们生命害怕的一个族群。可是今天在犹太人的社会当中，对于外邦人，他们只是把它视为低俗的族类。圣经里面描述说，他们把它视为狗，是犬类，就是非常非常的低俗的一个族群。在马太福音里面22节说，有一个迦南妇人从那地方出来，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我的女儿被鬼附得甚苦。”一个在犹太人眼中的外邦人，他的生命却称耶稣为主，他清楚他这个人是大卫的子孙，所以他称他为主啊，大卫的子孙啊，可怜我。
一个外邦的女子，在一个犹太人的社会当中，换个角度想，她比犹太人还要犹太人，因为犹太人不承认也不接受耶稣他是主，是弥赛亚。可是这一个妇人却称耶稣为救主。这个主的意思只对耶稣来说在这里的用词只是针对耶稣来说，所以他的呼求里面是说，救主啊，弥赛亚，大卫的子孙，求你可怜我。这个外邦人他特别的清楚知道这个人是谁，所以他虽然来自于不同的一个环境，不同的文化，可是他居住在犹太的社会当中，他虽然受到了许多的鄙视，可是他仍然相信这一位耶稣是一个生命的救主，是能够帮助他的。在旧约当中，我们曾经读过路德这个人，他如何将他也是来自于不同的文化，嫁入到犹太人的这个家庭当中。可是因着她的丈夫跟公公都死去了，她的婆婆拿俄米原本是要差他们回到他们自己的本家本族去。可是这个路德说，愿拿俄米的上帝就成为我的上帝。所以在他的生命当中，他虽然来自于不同的一个文化，来自于不同的一个生活背景，可是他愿意成为这个文化当中，接纳这个文化当中的上帝。这个迦南的妇人寻求了耶稣的帮助。一个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信仰、不同的族群的人，他被犹太人所接纳的吗？还是他被期待成为一个犹太人？一个女性，她进入婚姻，进入一个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信仰、不同的族群，这样的另一个环境。传统来说，她可能必须要放弃她自己的文化，放弃她自己的信仰，她自己的族群，让自己成为她所进入的这个环境当中的人。也就是说，我们的过去俗语里面常常会提到说，要嫁鸡随鸡，要嫁狗随狗。可是这是一个比较父系文化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希望嫁进来，你是归属我们家的人，你要进入到这个文化里面来。但是我们却往往去忽略了，它来自于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家庭的背景。在前2周听到2个妈妈在聊天，她说另外一个妈妈说，我较早做小姐，我以前当小姐的时候连锄头都没有拿过，可是谁知道嫁来这里的之后呢，我天天要拿锄头。以前我都不知道什么叫做勾餐花，就是那个要种稻之前要把那个田埂把它给再用泥土把它抹平，然后防水用的。他以前都没有做过这个。以前呢，他是在家里面，他是最小的一个女儿，所以他的大哥的大儿子都比他大2岁，所以他在家里面，他觉得我任何事情我都没有做过，辛苦的事我没有做过。可是谁知道嫁来这边之后，我天天要拿锄头，我天天要下田耕种，还要去割蚕草，还要去除草，做很多的农作。他不知道他怎么去熬过来这些年。另外一个妈妈说，我较早做小姐，我以前当小姐的时候，我很多的辛苦的事情我都做过，可是也没有想到说嫁进来这个家庭之后，我什么活都要干，什么事情都要干，农作物怎么都要种。跟着先生去犁田，他只负责犁田，他要负责去勾蚕花。以前呢，可能是只要2面或3面的蚕花，他觉得这是非常轻松的一件事情。可是要勾那种4面都是蚕花的，那个先生就说：“你得勾我紧的哈，你得勾我紧的，你要做快一点，你要做快一点。”他说：“我一个人在做这个，你只是让牛拉着你，然后一直来犁田，你这叫什么叫啊？”他又很生气。后来他就想说：“不行，兑换，你来勾蚕花，我来犁田。”他说：“你个富人家怎么可能犁田？那牛这么力气这么大，你还抓得住这个犁吗？”他说：“我不信，我就是要试试看。”他就去做了。可是呢，做了之后，
没想到他的事情更多了，他要负责犁田，负责狗残花。这2个妇人呢，一个是我妈妈，一个是我岳母。听到他们2个在聊天，我就觉得很好玩。从一个不同的文化进入到一个文化的一个家庭的当中，他们必须要做很大的一个取舍。这个取舍可能要放弃过去以前是一个很娇惯的、骄纵的一个生活的模式，他进入到另外一个家庭当中，他要适应这个家庭，他做很大的一个调整。生命当中就像这个妇人一样，这个迦南妇人，她要生活在犹太的社会当中，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她需要被接纳，她如果没有被接纳，她永远被视为狗，她永远视为最低俗的一个族类。可是这个妇人却因着她女儿被鬼附了，她必须要找到一个能够帮助她的人。她为了她的女儿可能的痊愈，她也可能找寻了自己的信仰的帮助。之后没有任何的起色，没有任何的帮助，也许她也听说了耶稣做过这样的事，所以她最后来求助耶稣。这是妇人来自于不同文化的人。这个妇人做的第2件事情是她来拜耶稣。耶稣对她来说，对她的呼求没有任何的答应，反而是他的门徒对耶稣说：“夫子啊，你去就打发他了，他一直在跟着我们，一直喊叫，你就让他离开了。”可是这个妇人没有去搭理这些事情，反而是他直接到耶稣的面前来拜他。在这一段经文里面，他所说的这个经文，他说就是不管是在呼求主这个事情，或者是来拜他这件事情，都是针对这个妇人他对耶稣所做的事情。他对耶稣所做的事情，是在他生命当中，他相信，他也愿意接受耶稣，你成为我的救主，所以他必须把他自己臣服在耶稣的脚前。他拜耶稣说：“主啊，帮助我！主啊，帮助我！”耶稣这个妇人为何来拜耶稣？刚刚提到说，这里的拜，他只针对耶稣，是这个妇人她的生命而言。对这个妇人来说，她没有任何可以寻找的一个资源，她没有任何可以依靠的一个信仰，她唯一的就只有现在这一位救主耶稣。所以这一妇人来说，她称呼主是救主，她说：“救主啊，帮助我。”也就是她相信耶稣是救主，是弥赛亚。所以刚刚说，他比犹太人还要犹太人。过去也许旧约的年代里面，几百年前，以色列人跟这迦南人是敌对的，是不相容的。可是今天，他相信这位耶稣，他相信这位耶稣是他生命的救主，所以他来拜耶稣，来寻求耶稣的帮助。他的心里面表达了一个对神极深的渴望。所以第3件事情是这个妇人她做的第3件事情是渴望能够得着恩典。耶稣说：“我不好拿儿女的饼给狗吃啊。”可是这妇人说：“不错，主啊，不错，但是狗也吃它主人桌上掉下来的碎渣儿。”这个妇人她不管人的眼光如何，这个妇人内心的渴望能够得着恩典，即使这个恩典对许多人来说，对犹太人来说，只是一个碎渣儿，可是他渴望能够得着，因为这碎渣儿的恩典，也必定能够使他的女儿能够得到释放。所以他相信，他渴望，他就得着。耶稣也为了这个妇人做了3件事。第1件事情，耶稣他一言不答。许多时候我们在寻求主的过程里面，我们都会觉得说，好像耶稣你都不回答我，我的祷告到底你有没有听见？我向你的呼求你有没有听见？耶稣对我们的祷告好像是一言不答。但是主他并非是不回应我，只是他在等候。主在等候这个迦南妇人，他寻求的心意是迫切的吗？还是他只是来做试探的？
随便喊一喊、叫一叫啊，主大卫的子孙啊，求你可怜我。主要等候他，是不是能够排除等候他对主的信心，在这些人众人的眼光当中，他能不能不为这些众人的眼光，他能够专一的到神的面前来寻求神。所以我们迫切的寻求主，我们要直到主他来回应我们。耶稣他没有说话，但门徒却说话了。他们要求耶稣说，耶稣叫那个妇人离开。现代中文译本里面这么翻译，他说门徒上来求他说，请叫他走开，他跟着我们一路喊叫呢，请叫他走开。门徒不能做吗？为什么一定要主做呢？寻求主的时候，当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祷告主的时候，也许我们的环境，也许我们所遭遇的事，会让我们感觉到我们必须要放弃，我们好像要放弃。但是这个妇人没有因为门徒这么说，也没有因为众人的眼光他放弃，他反而是更迫切的来到主耶稣的面前。那个拜他是直接粘在他脚上，抓住他的脚，跟他说：“主啊，帮助我。”生命的当中，我们的迫切性，我们对神的寻求的迫切，我们是不是能够像这位妇人一样，直到主来回应我们？不会因为我们的环境好像要我们放弃而让我们放弃了。不要放弃，要等到主回应你。所以耶稣他虽然一言不答，可是他真实的是在看见这个妇人她的信心到底如何。耶稣做的第二件事情是查验这位妇人的心意。24节到27节里面，这是耶稣对这妇人的对话。耶稣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羊那里去。那妇人来拜他说：主啊，帮助我。他回答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妇人说：主啊，不错，但是狗也吃他主人桌上掉下来的碎渣儿。耶稣他试探的说：我只是为了以色列迷失的羊，你又不属于以色列人。可是妇人却紧抓住耶稣，拜他，表明他的生命当中，他邀请了耶稣成为他的救主，他承认耶稣是他生命的救主。我就是那位迷失的羊，请帮助我。有些时候，我们在寻求神的过程当中，我们让神看见的是我们的心意。我们的心意到底是什么？是威胁性的，还是谦卑的来向神寻求？所谓的威胁性是：主啊，你不做什么怎么，我就不做怎么样怎么。这是一种威胁性的一种请求。但是这个妇人她并没有这么做，她只是更让自己谦卑的到主的面前，向主来寻求。耶稣对她说：我不好拿儿女的饼给狗吃。这妇人却回答说：即使是碎渣儿，那也是恩典。即使是碎渣儿，那也是恩典。耶稣他并不是私底下跟这个妇人讲话，而是在门徒以及犹太人的面前。耶稣的用意不是在于羞辱这个妇人，而是想要借由这个妇人来见证上帝的恩典是给每一个人的。上帝的恩典是给每一个人的，只要人愿意得着，就必得着。为什么耶稣要透过这个妇人来见证上帝的救恩？过去以色列人的一味的想法里面，就是救恩是属于以色列人的，外邦人是没有办法得着这样的一个救恩。可是今天耶稣却透过这个迦南的妇人，过去在他们的历史当中与他们敌对的一个妇人，耶稣透过他来见证上帝的救恩是给每一个人的。因着这妇人所做的，耶稣做了第三件事，耶稣成全了他。和合本里面15章28节说，耶稣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从那时候他的女儿就好了。现代中文译本他说，于是耶稣说：
妇人，你的信心好大，照你所说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他的女儿就在那时候好起来了。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妇人，你的信心好大，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吧。这位迦南妇人的信心是在于她相信耶稣他可以，相信耶稣他成为我的生命的救主，我也能够得着那睡渣儿的恩典。妇人信心也是在于她相信她的生命里面，她寻求主，她这个信心，她这个心意势在必得，她一定要等到主的回应。旁人怎么说，别人怎么看，她不管，她要等到的是耶稣给她的回应。这妇人的信心就像我们每一个姐妹的信心一样，我们虽然来不同的家庭、不同的背景、不同的文化，但是进入到另外一个文化当中，你就委身在那样的文化里面，你就委身在这样的家庭当中，你就用尽你的一生去陪伴你的丈夫，陪伴你的家庭，陪伴你的孩子，你用其一生将自己奉献在这当中，不管别人的眼光如何，不管别人的环境如何，你就是单单的去委身在这样的家庭当中。在教会的许多的事工当中，看见姐妹们，你们的信心是大的，你们如何为了家庭，为了你们所要的，你们所求的，一一的摆放在神的面前。今天我要说，妇人啊，你们的信心好大，照你们所要的，给你们成全吧。愿主耶稣用亲自来成全每位母亲们的祷告以及呼求，用你们的信心来成就上帝的恩典。我们请我们敬拜团来带领我们来唱一首歌，这首诗歌叫做《信心的英雄》。信心的英雄，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位母亲，我们就是信心的英雄。如何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去成就神的心意，也在信心的当中来成为我们儿女们的榜样。愿神亲自的赐福在我们每一位母亲的身上。让我们站立起来，一起来赞美我们的神。要带着信心来唱啊！我们是一群神子民，接受神呼召，在这黑暗的时代，做光又做盐，在这黑夜的日子里，流泪的祷告。人就神
主的面前，我们不为这环境如何，不为这别人的眼光如何，我们就是单单的到神的面前，把我们自己所要的，把我们自己所求的，一一的向主来诉说，为着我们的每一位母亲、每个姐妹来祷告，让他们成为一个信心的英雄，也为着我们家庭当中，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为着我们的教会每个我们年长的这些的弟兄姐妹，他们就是信心的英雄，让我们的教会在这信仰的传承当中，让信心的传承、信心的模样这些的模范，成我们生命当中的帮助。也为着我们的这世界来祷告，我们让整个的教会在特别这个疫情求神的亲自来眷顾，求亲自来保守，让这个疫情能够尽快的能够消除，能够尽快的恢复我们正常的一个生活。我们为着我们的国家，为着我们这世界来祷告举起我们的双手，将我们需要带到神面前，我们呼求主3声，我们同声开口来祷告。主啊，主啊，主啊，哈利路亚！主，我们谢谢你，你的话成为我们的帮助。主啊，我们渴望就像这仆人的信心一样，我们就是要单单的到你面前。主啊，我们求你的能力来充满我们，当我们在能够在生命当中看见神你亲自的作为，主啊，愿你来帮助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主啊，用来帮助我们，你的话来成全我们。主啊，在每位姐妹的身上来成就神的心意，让他们在进入到这个家庭的当中，进入到屋里的里头，主啊，你如何成就他们，如何能来翻转改变他们。主啊，你愿每一个母亲、每一位姐妹，他们真是能够成为家庭的帮助，也成为家庭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支柱。主啊，愿你来祝福我们每一位妈妈、每一位姐妹，他们在生命的当中能够领受神你的恩典，领受神你的恩膏。主啊，愿你也祝福在我们的国家、在我们的世界，在这疫情的当中，我们能够有更多的爱充满，有更多的爱从你而来。主啊，让我们能够彼此的能够来鼓励，也彼此的来劝勉。主啊，愿你来亲自来带领我们。主，谢谢你。我们是一群神子民，接受神呼召，在这黑暗的时代，做光有作业，无数黑夜的日子里，流泪的祷告，拯救真理。我们举起双手来宣告，我们都是信心英雄。这时候，请我们的执事来预备来收奉献，将我们的礼物带到神的面前。神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最棒的礼物，希望让我们有一位爱我们的母亲，能够显明神对我们每个人细微的爱、细腻的爱，无条件的把爱放在每个孩子身上，也为着我们的自己的家庭来祷告。也许母亲也许神已经接走了，但是神仍然将他的爱放在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的生命当中。我们请我们的执事来收奉献。
在我们奉献的同时，我们也来介绍今天与我们一同敬拜参与在我们的礼拜当中，我们新的朋友叫李正哲还是李全哲？李正哲正哲在我们当中，我们拍手来欢迎他。请坐。愿神赐福我们的正哲弟兄。好，我们一同站立起来，我们来唱我们奉献的诗歌。我将所有献于耶稣，甘心乐意给主用。我要永远爱主靠主，日日常与主同行，所有全奉献，所有全奉献，所有一切献于耶稣，所有全奉献。我们一起来做奉献的祷告。父神，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的赏赐是大的，主啊，让我们心里面满满的领受主你宝贵的恩典，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在奉献我们微薄的金钱，主啊，求主你圣功使用，主啊，求主你大大的祝福在每一位弟兄姐妹的身上，主啊，让我们领受主你百般的恩典，满满的祝福。谢谢主耶稣，听我们祷告，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祝福差遣400首。愿主的爱与你同在，无论你在何方，愿他赐福你心里安康。主的爱如流水匆匆，与你分享他的爱，在那蒙蒙的黑夜里见曙光。愿主的爱与你同在，无论你在何方，愿他赐福你心里安康。主的爱如流水匆匆，与你分享他的爱，在那蒙蒙的黑夜里见曙光。祝祷，请丹牧师。愿每位姐妹，你们的生命当中经历神，丰富的经历神，如同在圣经里面说的：“妇人啊，你们信心是大的，照你们所要的，给你们成全了吧。”愿上帝成就你们，让你们成为有智慧的妇人，有智慧的母亲，有智慧的女儿，让你们在生命的当中能够成为你们的孩子、你们的伴侣随时的帮助，也成为一个有智慧祷告的人，让你们所求的耶稣基督亲自的成全你们。愿主耶稣基督的慈爱、天父上帝的恩典，以及主圣灵的保守常与你们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